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1，箴言12章19、22節安尼講：誠實的嘴永遠可靠，白賊的舌只有擋一時仔久。白賊的喙唇上主厭惡，做代志誠實伊所歡喜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嘴講誠實無白賊，做代志誠實，互你歡喜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至高上帝，你對阮未受造就認捌阮，對阮未出母胎就知影阮，對阮出世就命定阮的一生。主啊，你的智慧遠過諸天，你的信息線到萬代，你的作為何等奇妙，你的慈愛何等的長闊懸深，你用恩典扶持阮，每日供應阮的需要。主啊，阮有時驚嚇自私利益的緣故，毋敢講真實話，用白賊來暗藏內面的歹。求你赦免阮的罪，互阮無講虛假，乃是用誠實甲疼心來講造就人、安慰人、鼓勵人的話。願你幫助阮，合適基督的信息甲完全，互阮用誠實的行做來得你的歡喜。基督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